基金会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会使伫这礼拜日跟大家斗伫遮敬拜阮的上帝，上帝疼阮。即摆请大家起来，请咱。即摆请大家起来，甲三个人讲：上帝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敬拜赞美不单单是我们大人，我们的小孩子也同样可以领我们，带我们一起领敬拜，让我们一起宣告我们的上帝。雅各书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婴儿。让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带我们唱这首《行神迹的神》。是等候耶和华的人，
我们每天跟随着主脚步，不会后悔悔改。他赐给我们平安的生命，我们的痛苦、眼泪都要离开。我们知道，他掌管着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的旅程，他都已安排。我们这一生要有他存在在我们的每个日子里。阮的性命若是有上帝，阮就永远袂惊遐。无论外口风雨偌尔啊大，曠野有偌尔啊宽，有伊的同在，阮袂忧喘。有伊伫阮的性命，阮袂孤单。有伊甲咱做伴，阮充满温暖，被温暖。我的心。
做伙来念圣诗第六首，主耶和华是我牧者。